伙动作都快点啊！行动麻利一点，客人马上就到。哟，白爷、钱爷，你们陈掌柜的呢？我是来贺喜的。这是白爷、钱爷来贺喜的。嗯，兄弟，还带着家伙呢。哟，白爷，哎，钱爷，哎，坐，来，坐。白爷，坐。陈掌柜的，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呀！兄弟，我自己来了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事怪我。陈掌柜啊，刚来济南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是我把白爷给忘了，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。既然来了，就一块喝杯酒吧。光喝酒啊？赵家的2位掌柜没跟你说起我们济南的规矩？什么规矩？刘哥，白老板，哎呀，来，来，拿着，陈掌柜给的赏。陈掌柜，这就是规矩。以后啊，每个月300。谢了。白建彪，掌柜的，怎么着？哎，六弟，这帮王八蛋，咱可惹不起。有警察在后面给他们撑着啊！咱是正经买卖人啊，不能生这个嫌气。六弟啊，再说今天不是个时候。是我今天就是不开染场了，也要先把他们俩给办了。金彪，走！哎，站住！六弟，把枪收起来，收起来！没有我的话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掌柜的，六哥，坐下。消消气。六弟，哥，六弟，听着啊，忍着。这姓陈的倒是挺横的啊，不服气。待会儿啊，你见我的眼色行事，不行就给他砸了。我让他知道咱是谁。喂，冲啥？嗨，你听哥哥的，先忍上一忍。咱就是想出这口气，也得过了今天啊。再说了，就是出气，也不用咱出面了。这事你甭管了，等这事一完，我亲自去一趟天津，去找运河帮的令老五。当年他在博山，他差点让仇人给砍死，没死，他爬到咱家里来，是咱救了他的命啊！我一句话，他立刻就来。这事啊，包在我身上。我不仅办了这2个王八蛋，连他的药店我一块给他炸了。这些年啊，我就不愿意生这个嫌气，我总想着，咱可是做买卖的人呢，我不愿意沾上这贼呀匪的。哎，倒没完没了了。六弟啊，你放心，哥哥回头准办了他啊。东军哥，我没事了。哎，客人要来了，咱们下去吧。那就好，走。里边请。哎呦嘿，感谢啊！陈少廷先生同乡故友，山东商界第1名家苗汉东先生。哟，苗哥从上海赶回来，快去走。苗先生来了，苗哥，刘弟啊，我就算着你能赶回来。好，刘弟啊，咱弟兄们总算都来济南了。好啊，哎，刘弟，你是来了，可那邮电局的买卖可受影响了，我没法给你写信了。苗哥，以后咱弟兄们可以常见面了。我要一想你啊，抬腿就到你家去了，这样也好，省得你以后啊在信里头整天炮2平5、马8进7的指责我了。哎，东军啊，多少年前我就知道我兄弟会有今天的，别说在上海，就是在欧洲我也得赶回来呀。我替我兄弟高兴啊。那是啊，哎，刘弟，哎，你还是站到那儿迎宾去。
让东俊陪我说话就行了啊。哎，好，也行。哎，漳州旧军孟家暨京公馆48家乡党代表孟庆利先生。夫人，多谢大家光临，请。请。济南一华纺织厂厂长马长友先生。马先生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济南齐鲁工厂丁世聪先生。哎，六哥，大喜大喜！三弟，我爹发烧，你看啊，老爷子身体怎么样？来的这些都是买卖人，办的。老子今天就要在苗汉东的眼皮底下办，我看他怎么样。那不行，姓陈的跟苗汉东的关系不一般。没收苗汉东的钱，就是不愿意得罪他。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德意志洋行安德鲁先生。安德鲁先生。 Hello, Mr. Liu. My best wishes to you. Congratulations. Thank you. This is for you. 六哥，这就是我常说起的安德鲁先生。哦，老安。那什么，家驹，你陪老安到里边坐。这小白脸可真不简单呐！啊，他们说洋话呢。这不在赵老三也。请。这边上面。中国总办理何永平先生。德国西门子办理。各位，这个。我看这小子还真有点来头。还不要紧，全是买卖上的来往，没有官府上的人。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华公使助理涂在东先生。恭喜！涂先生，来，里边请，来，请，里边请。这大不列颠国是什么国呀？我可没听说过呀。就是英国。山东省国民政府副秘书长耿世年先生。这都谁请的？不知道。六哥，先别管那么多，咱先接着，回头再问。 里边请。山东省警察总署代表任海洋先生。里边请。请。来，里边请。上场。42军长代表李世武将军。 山东文海律师行著名律师资文海先生及长子资有德先生。哎，老六才来济南，他不知道轻重，你把他请来干什么？刘哥，谁也没请他，这家伙想干染厂，是他自己闯来的。赵东楚。 六哥，你别生气，不是我请的，也不是家驹请的，他自个儿非要来，我家驹没摁住。请。哎呀，久闻陈先生是商界的奇才，今天我可是慕名而来。 多有冒昧了，寿亭初到济南，却以满耳自驾，请坐。一会儿我给资先生敬酒。老六还行啊，话不多，挺有分量的。这姓陈的真横，连资文海都不放在眼里。 济南红炬印染厂陈寿亭先生之挚爱亲朋，红颜知己，本府红星沈远仪小姐。
沈小姐，哥，哥，我在青岛借了你20块大洋。对，妹子，好，失衡了，这要过去了。是干什么的？莫非真像你说的是韩福举的亲戚？不会啊，要是韩福举的亲戚，苗还弄不回来啊。先生，要点什么？好，随便看看。小伙子挺精神的啊。这布什么牌子？明世清。多少钱一件？先生，我们这儿论尺卖，要买成件的，您得上染厂。哦，对不住啊。这布是什么牌子的？虞美人，上海6合染厂的。这布卖得最快，颜色也鲜活。这布怎么能这样呢？多少钱一尺？1毛4，便宜。便宜是便宜啊，可就是太削了。这又是什么牌子？貂蝉，天津开布印染厂的。这布倒挺结实，印工也不错。不过现在的老百姓都不爱买它。为什么？这布好是好，可就是价钱太贵。现在老百姓都很穷，买东西都还认个便宜。它顶不住虞美人，还是买虞美人的多。多少钱一尺呢？1毛8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问这问那的。陈掌柜啊，今天出来看看行情？是，买卖还行。哎呦，这年头什么行不行的了，将就着吧。你觉得虞美人怎么样？你说这花布啊，嗨，就这个牌子卖得好。可是好归好，我觉得太薄了，纱质不够，削了。老百姓买回去啊，也就是穿一个夏天。明年大孩子们一看，嗨，别的都好好的，就印着花都碎了，都成大窟窿了。你看看，陈掌柜，你是行家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一是纱质不够，撑不住印刷铜板来回的挤，印薄布颜色就得稀。现在印布的这些颜料都是酸性的，最便宜最省钱的稀释办法就是硫酸加水。这布本来就薄，印刷铜板一挤，再让酸这么一拿，第2年布就酥了。便宜是便宜，可也是太坑人了。其实稀释颜色不一定非得用硫酸，草酸也行，只是草酸贵，进口的就更贵了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现在能印花布的厂子也就那么几家，老百姓穿1年就穿烂了，第2年还得买它。如果这布太结实，第2年他也就没买了。我本身也是干染厂的，当然希望这衣裳早点烂。要是一件衣裳穿上2、3年，那咱这工厂怎么干？只是怎么着也得有个8、9不离10啊！怎么能这么干？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这样，你给我来2张，我带回去好好看一看。好。你知道开布染厂的布为什么卖不动吗？其实啊，东西还真是好东西。现在老百姓买东西就图个便宜呀。我今年开春到天津亲自进了20匹，你看，全压在我手里了。现在天也冷了，怎么办？只好等到明年再说喽。
那你在天津看到有卖虞美人的吗？有啊，哎呦，卖的还真不错的呢，就在开埠染厂眼皮子底下卖。他们厂里一点办法没有，干着急。现在这人呐，都认实在的，你的布再好，只要价钱高，他就不买。陈掌柜，没办法，这好东西啊，生生是被孬东西给顶死的。现在兴这个呀，哎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邪了门了，这个。掌柜的，三掌柜的来了。好，你把他叫到这儿来了，我有话问他。哎，掌柜的，要不再试一遍？我看还是先停停吧，这一开机就是200多米啊！刘师傅太心疼人了。金明，哎，过来。掌柜的，你把这些印废的布啊量量，看看有多少，给工人们分了吧。哎，掌柜的，这要全分恐怕不够啊。说你傻吧，当着这么多人，说你精，你还傻的没谱。你先捡那人口多、挣钱少的分啊，撑不着、饿不着的后分。工长把头以及各槽的主机啊，暂时不分。哎呀，知道了，掌柜的。刘师傅，你以前是怎么印的？掌柜的，我原来在南京的那个厂里吧，用的是单色机，是一遍一遍的印。可咱们厂用的是新式的3色机，是几种颜色一起印。这样的机器我根本没开过，所以就……这德国人在的时候，我看不是印的挺好的吗？这德国人一走，这怎么就不行了呢？掌柜的，我根本就没学会，我只是觉得差不多了。还有当时我见您那么急着开工，所以就说学会了。不过他的德国话我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。那德国人说一句话，卢先生给你翻译一句，我还以为你都听懂了呢。这倒好，你看，一堆废铁。行了，你也别着急了啊，待会儿到外面去抽根烟去。能大老远的从南京到这儿来，就说明你信任过陈寿亭啊。你也别着急，咱慢慢来啊。大不了啊，咱把那德国人从上海他请过来，再一遍一遍的教，啊，到门口去抽根烟去吧。去吧。哎。六哥，六哥，哎，老三，你来了。你说六合染厂的布这么薄，可它这花印的这么踏实，它是怎么印的？这很简单，调高底黄。哎，回头我让我厂里2个老毛子过来帮你调一下就行了。哎，昨天你哥把这2个老毛子也派来了。哎，这花印踏实，底黄也调高了，可是那布都快给挤断了。这样不行，看来上海我还得去一趟。六合染厂的2成份子还是得给。金明，金明，掌柜的，你把电断了，然后把机器都刷干净。没我的话，不能再试了。知道了。走，到屋里坐会儿。哎，六哥，六合染厂的事可能有些变化。怎么了？黎祥荣说变就变，他是我大学同学，本来人挺好的，可这2年买卖做大了，谁也不放在眼里。前2天我到上海，晚上他请客，除了我跟他之外，他招呼了一桌子洋人，害得我说了一晚上英文呢。掌柜的，赵老板。哎，我知道六哥，这小子故意在镇唬我。哎呀，甭管那套，咱就谈合伙的事儿。他就是把月亮上的人弄下来啊，咱也别管他。坐。这小子现在和德国人和英国人混得挺熟，今年4月份又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一家工厂。我把合伙的事跟他讲了，他说如果让他出让技术的话，他要4成份子。六哥，不瞒你，我当时一听这话，觉得这小子忒狠了。不过他那印布的技术，连德国人都说好。4成就4成，不就是3年吗？还是咱拿大头。
柳哥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他现在又变了，说得5年。因为现在花布市场基本上都由他控制着，他谁都不怕。你看天津开布印染厂那么大，布印的又好又结实，我看让他挤得已经快撑不住了。这2天我也出去看了一看，开布染厂的布啊，染的确实不错，可就卖不上个好价钱。哎呀，真是没办法呀。哎。刘哥，5年就5年，他不是狠吗？咱也有狠的。等信林的技工一来啊，我就能看出个8、9不离10来。这次德国人来叫印花，我就是听了你哥和苗哥的话，没有自己跟着学，才放手让工人干。这倒好，什么也没学会。哼，这次信林的技工一来啊，不但我跟着学，我还要让那些聪明伶俐的学工啊，从头到尾跟着学。学会了以后，再把技术拿到你们厂去。你们厂子染那布啊，也跟花老虎似的，这不能卖啊，砸牌子。我还有点闲钱，你回去跟你哥说，咱们合起伙来，买上2条30英尺的大印花机，一块干。这样的话，它的4成份子也就剩下1成了。我这人平生就怕别人敬着，不怕人挤的。等咱学会了，还不一定谁挤的谁呢。哼，刘哥，行啊，还是你的主意多。你说的这事儿，我哥准愿意。老三，我们得明白这样一个局势：染布快过时了，技术太简单了。现在乡下的一些土财主啊，凑到一起就能开个染厂，他那工人呐，也就管顿饭，根本就不给工钱。他成本低，卖的价钱也就低。老三，咱现在可是堂堂工业家，我们要是被这帮土财主给挤死了，我看咱们呐，直接一头撞死就得了。咱得弄点新鲜玩意儿，要是再这么染下去，路越走越窄。我们车子太大了，窄路上可跑不开咱这样的车。是得向前发展。刘哥，还是那句话，咱们真得干点别人干不了的。说1000道1万，咱还得往前干呢。你现在就给他发电报，我去上海会会他，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刘哥，发电报可以，但是你脾气这么急，姓林的又特别傲，我怕你谈砸了。我看，要不然让老吴去一趟，实在不行让家驹请个假，让他也陪着。哎，不用，都不用。老三，没事儿，我能忍。咱迁就的是人家的本事，不是他这个人。等咱干大了，我比他还傲呢。等我高了兴啊，没准还不理他了呢。没事儿，我能忍，你去办吧。刘哥，这行吗？当初在通河染坊，我跟那个刘师傅当学徒，这家伙不光是傲，而且还坏。我跟他学了差不多之后啊，我亲自把他给辞了。这林香荣是大学毕业，肯定是知书达理、通人情。我一攻到底，他还能骑在我头上拉屎啊！甭在这废话了，赶快发电报去。行，那我去了。哎。掌柜的，那资文海来了。不见。他自己来的吗？是的，掌柜的。这老家伙是想开染厂啊。好，开吧。你把他叫进来。资律师，陈掌柜您好啊，请进。哎呀，陈掌柜，资律师，光看这身打扮就知道你是个人物啊，比国民政府那几块洋浆都强啊！玩笑，玩笑。请坐。
资律师，三宝殿上无闲人，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我这人你可能不太了解，咱不用绕弯子。陈掌柜，从今天起你叫我文海，我叫你寿亭行吗？完全可以，你叫我小六子都行。哎，不敢不敢，我没这个资格。只有苗汉东先生那样的工业家才有资格叫陈掌柜的别名。寿亭贤弟，我今天到这儿来，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。也想开个染厂。唉，文海当年只身东瀛，寻求法律治国护民之道。学成归来之后，四处奔波为民党盐，为山东的老百姓争回了不少的公道。但是，打官司得用钱呢，这你知道，因为我也得吃饭呢。可是现在呢，往往官司打赢了，却嫌我收费高，于是呢，就恶言相向，说我是说刮地皮的。寿亭啊，你刚来济南，对我不了解，可是单凭那天你对我的态度，我就知道周围的人对你说了些什么。唉，做好人难呐。这几个年来，我那些个朋友都劝我去投身实业。那么我呢，想来想去也觉得，还是实业比较可靠。比如说，我染了布，交给商家去卖，跟老百姓不直接打交道。我卖你买，我卖贵了你当然不买呀，这总不能说我是在刮地皮了吧？所以今天我来呢，就想问问老弟，这个染厂还能不能干？怎么干？还请贤弟实言相告。资律师，你家公子和家居东初是同学，这样算来，你应该是我的长辈了。你既然来问我，那我也如实奉告。好，在山东省内，就我这个年龄，包括他赵东俊，没有一个敢说逼我赌印染的。资律师想开染厂，我看行，因为每个人都要穿衣裳，要穿衣裳就得有颜色，要想有颜色就得有染厂，咱们就有买卖。没有颜色的衣服那是哭丧的孝袍子，那不能算作衣裳，是不是？寿亭，你真风趣，我就愿意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。寿亭啊，你有没有想法合伙再开个厂？比如说，咱们俩。资律师，我想开很多很多的工厂，挣很多很多的钱。资律师也知道，我以前是要饭的，能有今天这个成色，应当说是个暴发户了。我这个厂子刚刚起步，我所有的钱呢都投到这个厂子里，现在根本就没有钱再和别人合伙开厂。资律师，在济南咱们应当算是朋友了吧？我是没有钱的，如果说我要是有钱，我当然愿意和资律师您这样的人合伙开工厂了，因为以您的社会地位，只会赚钱不会赔钱。哎，用不了多久，咱就能让济南的同仁呐俯首称臣。寿亭贤弟的财力我是知道的，该不会是搪塞我吧？资律师，我做买卖就是为了赚钱，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谁能给我带来财运，我就和谁合伙。搪塞，把钱往外淌，啊？好，既然资金短缺，那你就到我那儿去兼任经理，我给你10%的干股。资律师，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。你开染厂肯定要买印花机，不会再买染色机了。这印花机可是个新鲜玩意儿，我现在都没弄明白呢。哎，你来之前呢，我正犯愁呢。你看，
你看，这就是我那新机器印的花布，3种颜色根本就不同轨，这能卖吗？你请我这样的掌柜子又有什么用？我啊，其实已经都过时了。哎呀，是印呢还是染呢？我还真是一点不懂。这样吧，等我的工厂办起来以后，你经常去指点指点，总可以吧？没问题，随叫随到。但是你既然买了印花机，他就负责上门来教，教不会他不走。不过我倒可以帮你核算一下成本之类的，就是帮忙啊，也帮不上什么大忙。你呀，你是内行，有你帮我，我这心里就放心了。你说这个印花机，它是日本的好呢，还是德国的好呢？日本机器便宜，但是和德国机器比起来，这么说吧，日本机器就是小草驴，德国机器是大骡子。虽然都能拉车，但是小草驴驾不了远。从长远处打算，还是买德国机器。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日本毕竟是后起的工业国，水平比德国差，那是很正常的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少廷啊，明天汇泉楼我请客，就咱俩，啊？别，你也别请我，我也别请你。咱俩要是出去吃饭呢，不明白的人一看，哎，这陈六子刚来济南没几天，怎么先摊上官司了？啊！再见，请。好。掌柜的，他来干什么？老家伙确实想开染厂。这一行里进来这样的人，咱还能肃静吗？老吴啊，这人要是想找死啊，你拦都拦不住，那就不如让他去。你注意这2天的报纸，一旦发现他们家招工，马上告诉我。哎。远姨呀，你六哥在这顶多待2个钟头，晚上见客吧。不见，晚上我要请六哥吃饭。哎，你知道哪里有卖土烟的吗？我六哥啊，专出土烟。啊，知道啊，出了街口往东一拐就是了。啊，你六哥抽的那个土烟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土烟，那是好烟叶子，专门找人卷的。那天下午他在这一个劲儿的抽，弄得满屋子都是烟，哎，倒是一点都不呛。可你六哥那个做派，真是够受的。我当时就没明白过来，他是你的恩人。我要是早明白过来，我就羞得他出不了这个门儿。你去土烟店问问，也让他们用最好的烟叶卷一点儿，不管多少钱，只要把烟弄回来就行啊。去啊！哎，六哥，哎，老三，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，电报发出去了？发了，还是汽车快啊！我没跟他说日子，只说近期。啊，我厂子里有点事儿，看来一时半会儿啊，他去不了。啊，没事，等咱们定下来之后，我再通知他呗。哎，六哥，还有一个事儿，你得给我一个明白话。白志生这2天盯着我，一直说要请客。这家伙挺坏的，我觉得咱们还是见他一面。不见，让他慢慢琢磨去吧。他倒是把我厂里的钱都还回来了，还说今后永远不再来打扰我。六哥，说实在的，多亏沈小姐了，帮咱们请了那么多有势力的人。咱的钱他是不敢收了，可其他的买卖铺户呢，还得受他的窝囊气。这是什么世道？老实人就没法活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他非逼着你和他玩命不可。六哥，咱管不了那么多。我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整天什么教育救国、实业救国，现在也算办了实业了，可救谁啊？谁都救不了。六哥，图个肃静吧。唉，你替我回来这帮地痞。回头我要去见人家沈小姐，
咱得当面好好谢谢人家。六哥，这沈小姐对你可是不一般啊。老三，你这话说的不讲究，漂亮女人谁都愿意多看2眼。我和她在一起啊，不是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，具体怎么回事儿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哎，那天我喝醉了酒，她用汽车送我回家，你六嫂也见了，她说沈小姐不像是风尘中的人，看不出一点歪的。那天你也在啊？啊，是，我大哥也这么说。他说沈小姐跟你六哥只是亲，好像没别的。哎，六哥，那天你把济南府可镇住了。你想想看，多少大官贵人想请沈小姐出去帮着应酬应酬，壮壮门面。这不知道要说多少好话，花钱更别提了。可那天呢，你走在哪儿，他跟在哪儿，还在旁边用手这么扶着。那些人眼馋不说，还真弄不清其中是什么缘由。老三，你六哥怎么样？行。哎，家驹怎么说的？家驹说的更有意思。他说：“六哥也真有两下子，行好也能找对人。”哎，六哥，你说这沈小姐有一天真要成了咱的亲妹子的话，我和家驹也就踏实了，什么都甭想了。你们俩就消停点吧。哎，对了，六哥，我刚才发电报的时候路过高岛屋去拿提货单，我在楼梯上看见一个人背影，怎么那么像藤井呢？高岛屋是日本人在济南的总部啊，出来进去的都是日本人，你不会看错吧？不会。这个藤井真要跑到济南来跟我捣蛋呢，我还得办他。哎呀，是啊，现在日本人很猖狂，如果不是惹在咱们头上，我看还是躲着点好。好，你还是这样。哎，妹子，那天开业可多亏了你啊！六哥，不能再说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说，咱说点别的。哎呀，哎，那个军长有下落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？嘿，都过去了，咱不说了。他现在人在哪儿啊？在南京。他当初是政府派到日本的军事留学生，我听他那些同僚说过，说是地形越复杂，他的本事就越大。后来他被张少帅请来，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些留学生将军。东北失守后，上边就把他调离了东北军，现在在国防部军需处。哦，在南京。南京，哎，过两天我去上海，路过南京，要么我在南京下车去找他一趟。有个作家，他写了篇文章，是写我的。他看到了，来了信让我去南京找他。后来是几乎一天一封信，但是我没答应，都过去了。曾经也是海誓山盟的，你让我现在怎么再去面对他？我真的没有这个勇气了。这都让日本人给害的。好，妹子，这事好办。咱当初找不着他，不也急得跳了海吗？咱对他可是真情真意啊，杀人不过头点地。咱命都不要了，他还能让咱怎么着？我当初要真是跳了海寻了情，他可能会一辈子念念不忘。可是你看我现在，沦落红尘。这话怎么说的？咱活着不就是为了等他吗？什么红尘不红尘的？哦，不红尘，你让一个女子靠什么活着？没事，我到南京啊，去跟他说。地形越复杂，他越有本事，抵不住日本鬼子，他就是没本事。到了南京啊，我先给他整到平地上去，把他那点本事给他弄没了。
咱妹子害惨了，她还有理了，她还。六哥，过2天他就要来济南了，你陪我和他吃顿饭行吗？有你在旁边，我觉得踏实。六哥，我不光见了你亲，见了六嫂也特别亲。那天我见六嫂，我当时就想送给她一件首饰，但是我怕她嫌脏，我没敢送。哥，你选一天让我和六嫂上趟街行吗？我特别想送她一件礼物。哎呀，你六嫂啊，天天在家里闲着，平白无故的得了一个妹子，该她送礼给你。妹子，你那些钱呐，好好留着，别那么乱花啊。我这2天忙忙叨叨的，等我从上海回来啊，咱们再仔细说。这个地方不能常待，啊。是。妹子，我看着你高高兴兴的，我的心里也舒坦；一看到你唉声叹气的，我的心里也就揪着。六哥，咱以后就算做亲兄妹行吗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亲哥。哎。